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子阿姊的子，冇人读做姐。这个子就是称呼有血缘关系同辈女性，比家己较济岁，像咱讲大姊、表姊，嘛当用来称呼同辈无血缘关系比家己较济岁的女性，像咱讲彩裙子啊。啊，若是称呼较有能力，或者是较有关系的女性，像咱讲大姊头啊。啊，若女性的朋友伴，就讲是姊妹仔伴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咱做伙来看到头一个就是母大姊，是咧讲母比翁的年纪较济岁。第二个词乌鸟姊啊，是咧讲一个查某人伊的穿插真适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带母大姊坐金交椅，因母的年岁比伊较济，也毋过穿插同款真适拍，是在地出名的乌鸟姊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姊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姐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